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3月19號，跑馬地夜馬係共有9場嘅賽事，當晚嘅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35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，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1場5班1650米，馬膽係4號加州活力，配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5號千里如飛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另一匹配腳係11號朗日雪峰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風雲、2號完美演繹。第2場3班1000米，馬膽係1號環宇風采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同埋1次第3。配腳嘅第一匹係3號顏色之王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第2匹配腳係5號飛來閃耀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跑得好快，2號年少多好。第3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電源之軀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3。第一匹配腳係5號越進知己，配搭呢個蔡明紹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3。第2匹配腳係8號飛王，配搭呢個梁家俊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2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快博、6號電信龍區。第4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1號精彩進帳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同1次第3，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10號電信驕陽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2。第2匹配腳係5號的愛好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多利神區、11號長勝力區。第5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9號卓越善豐，配搭呢個艾杜拿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2。配腳嘅第一匹係2號赤馬雄風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第2匹配腳係11號碧海藍天，配搭呢個巴道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8號年年歡呼、1號領航天子、
第6場4班1000米，馬膽係8號超強60，配搭呢個巴道，近期跑過1次第1同埋2次第2。第一匹配腳係3號天火同人，配搭呢個奧爾文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第二匹配腳係6號天天灑落，配搭呢個霍雲星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、1次第3，而近5次裏面都係3大熱門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生生勝利、7號同滿滿。第7場3班1650米，馬膽係1號獨角獸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配腳方面，第一匹係11號非凡豪傑，配搭呢個班德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第二匹配腳係5號有財有勢，配搭呢個艾杜娜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2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9號標之亮子、2號星價。第8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4號耀寶區，配搭呢個艾杜娜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1、2次第3。第一匹配腳係11號金匯星星，配搭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1次第1、3次第2。提供4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3號天開心，配搭呢個布文，近期係未入過3甲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傑出漢子、9號多利彩區。第9場2班1200米，馬膽係5號美麗緣分，配呢個艾少禮，近期係跑過4次第1、1次第2，其中有4次係3大熱門。配腳嘅第一匹係9號得道侯王，配搭呢個艾杜娜，近期係跑過2次第1，而近5次裏面係有4次係3大熱門。第二匹配腳係3號神希麗人，配搭呢個奧爾文，近期係跑過3次第1、1次第2，而其中4次都係3大熱門。3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同場和順、1號小霸王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